一二手樓市十分暢旺，優質盤源更大幅減少。柯士甸站身處高鐵站旁，很受租客或買家歡迎。旁邊5星級寫字樓有名牌發展商新鴻基發展，將於2026年底入伙。項目已評定及進行內部裝修，而國際投行瑞銀亦已預留進駐，租用約46萬尺辦公樓。更多跨國企業準備進駐，周邊住宅租務會有更大需求，長線收租投資亦是不錯選擇。今次介紹一間柯士甸站上蓋物業沒有中文名字，英文叫 The Austin 的買盤，11年樓齡在這一帶比較新，近期租盤缺乏租客剛搬走，單位實用面積999尺，92.8平方米，房型3房2浴，多用途房雙露台，屋苑設施齊全，更附室內泳池，交通亦十分方便。柯士甸站高鐵站、九龍站機場快線東湧線，鄰近跨境巴士總站中港碼頭，四通八達，生活配套完善，10分鐘路程已達尖沙咀心臟。旁邊西九文歐集文化藝術一身，西九龍公園更是運動好地方，歡迎預約參觀或查詢，請點讚、收藏、關注或留言。